醫生啊，我發覺自己有啲唔係好妥啊，我開始唔記得嘢啊。不過我仲記得自己喺邊度出世，喺邊度嚟，阿爸阿媽係邊個，兄弟姊妹有幾多人，讀過嘅每一間小學、中學、大學，喜歡食嘅甜品，中意嘅音樂，但係偏偏記唔起邊一個愛過我啊。並沒什麼我愛上的不愛我，我也慣了不想哭太多，嘆息奈何，但亦高興我每當需要救助，良朋知友總會啦啦救我。講愛情講友誼在之後是什麼？這句詞忘記了，可否繼續唱歌 ？Red door red door 那空白是什麼？將語言淘汰了都可震動你麼？隨情略變化，即興又如何？姑娘啊，我已經喺度咧等咗成個禮拜㗎啦。咁究竟醫生要我做嗰個測試咧，幾時先可以開始㗎？但係我唔記得咗喺邊間房喎。姑娘又失蹤。都句句有咪講到我，花真的睇花麼？花可是傻，都試過，有天總會到吧？為何痴怎計亦流了啦？太累太亂太害怕，說不出說話。你試過日夜背台詞是新記熟那對白嗎？最後卻在那臨場石把心催發嗎？醫生啊，我份報告出咗啦，咁我究竟咩病啊？係唔係啊話？驚到傻急到傻，在之後是什麼？整句詞忘記了，可否繼續唱歌 ？Red door 傻那空白是什麼？口裏無言以對，心中卻是有歌。言詞若會錯，不唱又如何？姑娘，唔好啊！做咩啊？做乜要我着上白色嘅衫啊？點解綁埋我雙手啊？醫生話我只不過得咗個間歇性人類情緒愛情遺忘被愛症啫嘛。唔要啊！我唔入啊！我唔入呢間白色嘅房啊！冇啊！誰能笑我一句亦沒唱錯？頭先個情景喺呢一年嚟不斷重複喺我腦入邊。原來喺一間四面連天花板都係白色嘅房間中，可以令我冇再去諗究竟邊一個曾經愛過我。而家我只係諗，如果可以嘅話，我真係想我嘅過去可以變到同周圍嘅顏色一樣，然後重新再一次把我想要嘅人物、圖案、顏色再一次畫上去。可惜我而家做唔到，因為一個連自己究竟喺邊度、想點、究竟係邊個都完全唔記得嘅人，可以做啲咩啊？